各位聽眾，你哋早晨啊！歡迎嚟到生命改造劇場，我係 Angela。各位早晨，我係 Vanessa。我哋今日咧好特別喎，因為喺香港嘅呢個時候咧，7月23號2017年嘅早上11點鐘，我哋依家打緊8號風球。今日咧，我睇到有好多聽眾咧都會陸陸續續上嚟呢個平台啦。依家呢一刻，我一路講嘢嘅時候，見到好多聽眾上嚟，因為應該大家都唔係喺個颱風之中活動緊。我哋今日呢個題材係非常非常之興奮，讓愛得輕鬆不費力嘅第4部分 Part 4。Vanessa，你記唔記得我哋今日嘅題目係乜嘢？吸引你的靈魂伴侶。咁 Angela，我知道咧，因為你係美國時代雜誌暢銷書嘅作者 Catherine 訓練出嚟嘅300位嘅教練之中嘅其中唯一一個華人教練喎，所以我相信呢個題目應該係你嘅專長。多謝 Vanessa，呢個題目都係我人生裏面最大嘅挑戰。喺我呢個成長過程裏面，每一個人差唔多諗下，你人生裏面最大嘅挑戰，永遠咧就成為你最大嘅專長。呢個好特別嘅喎。當然啦，呢個可以喺第2個廣播裏面同各位研究下。我哋每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心裏面就不斷要求有答案、有解決方法、有答案、有解決方法。每一個人都係，所以偏偏咧呢個宇宙咧，記住有求就必應。所以其實喺呢個宇宙嘅角度裏面，你不斷要求有解決方法嘅時候咧，佢就不斷將解決方法俾你，直至到你同呢個宇宙嘅頻率一致，你就會得到啦。所以我又順便咧，當然呢個唔係直接同今日題目有關係嘅，不過喺我哋嘅生命嘅改造嘅過程裏面，都邀請各位聽眾去諗下，喺你人生遇到最大嘅難題嘅話，你到最後一定係成為專家。你諗下咧，出面嗰啲嘅專家，佢哋專長於乜嘢嘢？係因為佢哋曾經喺嗰方面遇到最大嘅挑戰。所以我咧可以承認咧，我喺呢個吸引靈魂伴侶呢個話題裏面，我自己 hold 住2個獎杯，一個就係失敗嘅獎杯，亦另外一個係成功嘅獎杯。咁我亦都好有幸可以喺呢個平台同各位分享關於點樣創造我哋嘅靈魂伴侶啊，點樣吸引你嘅靈魂伴侶？創造同吸引呢 Vanessa， 其實我都想大家研究下呢樣嘢，因為其實係2樣嘢，但係賽斯講過係1樣嘢嚟嘅，係已經存在咗呢個嘅可能性實上，但係你都要創造佢喺你嘅生命嘅出現。哇！呢個非常之深嘅一個智慧。Vanessa 都同我曾經傾過。Vanessa， 等我係開始講呢個第一步點樣做之前，我都想聽下 Vanessa 分享關於其實我哋，因為其實呢個話題咁啱喺禮拜5嘅時候同 Vanessa 講過，究竟嗰個嘅可能性實相啊，係已經注定咁樣出現啦。所謂我哋嘅靈魂伴侶係已經注定呢個人出現啦，定係其實係創造出嚟嘅咧？有一日 Vanessa 喺禮拜5夜晚嘅時候同我睇到呢個嘅畫面轉移啊。Vanessa， 你記唔記得啊？我記得。其實呢個畫面轉，因為其實你上嗰日嘅問題咧，就係問究竟呢一個人係即係如果我哋喺靈魂嘅合約上，即係我哋叫 agreement 啦，咁其實係我哋靈魂嚟之前已經係簽好咗嘅合約嚟㗎嘛。咁基本上就係每個人都會有簽訂呢個合約。咁而呢一個合約嘅靈魂伴侶咧，其實佢會唔會有所改變咧？或者如果佢真係會改變嘅時候，佢又會變成點樣？咁我記得當日我同你問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伴侶其實係應該咁講嘅。其實我哋係有可能有幾個唔同嘅可能性伴侶啦。咁而當你可能係可能有 A、B、C、D 咁樣啦。咁當你去行你自己嘅人生呢條路嘅時候，
可能你而家嘅能量可能係 match 到 B 嘅，咁你一路向前行嘅話咧，咁其實你係會去到 B 嗰個位置。但係如果當你有中間有嘢轉移、有嘢改變嘅時候，可能你就會將呢一個能量轉咗去 C 嗰度或者係 D 嗰度。咁其實呢一啲都係有可能性。咁但係會唔會話 A 會好啲？即係 A、B、C、D 邊個會最好咧？其實係冇最好嘅，只不過就係話你當時根據你嘅能量啦，你所學習嘅課題啦，或者係你完成咗你嘅課題有幾多而有所轉。可能當你個能量已經，可能你學習嘅嘢已經學習差唔多，而同 B 係唔 match 嘅咯喎，咁你就會去咗 C 嗰度咯。嗯，清晰嘅，多謝 Vanessa 嘅解釋。咁即係咧，Vanessa 啱啱嘅解釋就會帶到我想講嘅下一個嘅位置，就係我哋自己點樣創造我哋嘅實相。由頭到尾，我哋呢個生命改造劇場，唯一要帶出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創造自己嘅實相，包括你嘅靈魂伴侶。咁我依家見到，因為可能颱風關係咧，有更加多嘅聽眾咧，忽然上咗嚟我哋嘅平台啊，我哋嘅生命改造劇場嘅平台。咁我再重複啦，因為有好多聽眾啱啱上嚟，我哋今日平台嘅廣播係如何愛得輕鬆不費力第4部 Part 4，而呢一 part 裏面呢，我哋有一個非常特別嘅主題，叫做吸引你嘅靈魂伴侶。咁我同 Vanessa 其實喺呢方面都已經為我哋嘅 clients 咧，我哋嘅學生咧，做咗好大好多年嘅工作。我過去好多年嘅工作都喺呢方面，而我亦都重複咧，我喺呢方面啊，吸引靈魂伴侶裏面攞住2個最大嘅獎杯，一個係失敗嘅獎杯，一個係成功嘅獎杯。而喺呢個過程裏面，為咗令我更能夠可以幫到我嘅客，幫到我嘅學生，去由頭到尾，由內至外完全改造，因而終於可以吸引佢哋嘅靈魂伴侶呢。我亦都喺過去嘅呢2年裏面，訓練咗為 Catherine Woodward Thomas，佢係呢個7週遇見對的人，一個紐約時事雜誌最暢銷書作者，訓練咗出嚟300個生命教練嘅唯一華人教練。咁因為我嘅出現之後呢，喺上年我同 Catherine 研究過，我哋點樣將呢一套吸引靈魂伴侶呢個咁簡單而又咁深奧嘅一個方法，宣揚去我哋嘅華人社會。就因為我嘅出現，Catherine 竟然終於亦都同中國一間好出名嘅出版社簽咗一個中國嘅合約，將佢嘅當時呢本嘅7週遇見對的人呢本書翻譯為一個中國版，然後將會喺年尾嘅時候喺中國推出。咁當然，我身為佢呢個華人代表呢，我唔會等到呢本書出嚟，我好希望依家呢一刻已經可以喺劇場將呢個嘅智慧帶俾各位，亦都好希望將會喺呢個嘅中國市場開發之前，我哋喺香港啊，我自己嘅土生土長嘅地方，希望喺香港嘅呢個地方將呢個智慧帶俾我嘅學生，幫你哋首先已經 manifest 咗，已經吸引咗你嘅人生嘅最愛，然後我哋再將呢樣嘢可以廣泛宣揚俾世界各地嘅華人，呢個係我嘅心願。所以對於我嚟講，呢個吸引靈魂伴侶嘅話題唔單止係一個令我非常之興奮同埋非常之有興趣去分享嘅話題，更加係我人生裏面嘅激情，話俾各位知點樣由內至外去完全改造你嘅人生。而當你能夠由內至外去蛻變嘅時候呢，你完全唔需要去出面揾，你嘅愛自然會走入嚟你嘅人生裏面。我知道有好多，尤其是我哋香港嘅女性非常之努力，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喺呢個填鴨式嘅教育裏面都學識你要努力，全班考第一，全級考第幾啦，你嘅科目要攞幾多個 A 啦，先至得到父母嘅開心
得到老師嘅讚賞。我哋唔知道原來愛係調翻轉，喺愛嘅角度裏面，我哋呢個嘅規定條件完全扭轉咗。一個 person， 一個伊朗嘅古代嘅詩人叫做 Rumi， 曾經講過話：你唔係要去出面揾愛，而係你要喺你內裏揾到有啲乜嘢擋住愛，有啲乜嘢障礙擋走住愛，而去移除呢個障礙。當你移除咗呢個障礙之後，愛會自然走入嚟你嘅人生裏面，就係咁簡單。咁我亦都想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講下 Catherine 當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Catherine Walker Thomas 呢個作者，其實佢當時吸引到佢嘅人生最愛嘅時候，已經係41歲。咁我講下佢嘅故事，因為佢由頭到尾由20幾歲開始嘅20年內，佢都係一個婚姻輔導師嚟嘅。而佢喺佢嘅事業上面啦，好似我哋呢個平台好多嘅女性相信好多事業成功嘅女性咧，都好自然會諗緊點解喺吸引靈魂伴侶呢方面裏面會遇到咁大障礙？點解我一個咁成功嘅女士，點解我吸引愛、創造愛會咁困難？當時 Catherine 就係咁樣，佢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事業女士啦。咁喺年輕嘅時候已經成為佢有佢自己嘅一個 practice 啦。佢係一個婚姻嘅輔導師。跟住佢亦都諗啦，點解我每一日日頭嘅時候會輔導咁多嘅情侶啦，咁多嘅夫婦啦，到夜晚翻嚟就係對住佢隻貓。當時嘅佢已經好似我一樣，已經用好多年嘅時間去學識點樣去創造實相，點樣去 set 一個好大嘅 intention， 一個意願，然後去將呢個意願成為你人生 4D 實相嘅體驗。當時佢將呢套嘅原則就係我喺築夢者嘅課程裏面，或者奇蹟訓練課程裏面教一啲原則，點樣將你人生嘅夢想成為你嘅實相。當時 Catherine 佢發現佢人生到依家都未能夠創造到佢嘅真命天子嘅時候，佢打電話俾佢最好嘅朋友，就好似我同 Vanessa 咁樣，佢話我要有一個最大嘅意願。當時係佢41歲，我要喺42歲生日之前同我嘅真命天子訂婚。當時仲有8個月生日嘅佢呢，連男朋友都未有。當時嘅佢呢，嘅朋友呢，呢個嘅信念嘅拍檔，呢個亦都係我最近呢2個禮拜同我嘅奇蹟築夢者講緊嘅一個概念，就係你嘅信念嘅拍檔，相信最好版本嗰個嘅你，相信你嘅夢想嗰個你。當時佢嘅信念拍檔同佢講話：好，我會 hold 住你呢個意願，我會做你呢個意願嘅 guardian， 一個嘅保護者。但係我會要你去負責任，成為你需要成為嗰個人，嚟吸引你嘅真命天子。當時呢句說話令到 Catherine 好大嘅醒覺，我要成為嗰個同我嘅真命天子係一對嗰個人，由頭到尾都係我哋創造我哋嘅實相。當時嘅佢好清晰，點解我一路以嚟創造緊我過去咁多年嘅實相，咁多年失望嘅體驗。當時嘅佢最興係做咩嘅呢？最興呢就係同一啲男性一齊呢，係有一係就係有婦之夫，一係就係完全唔能夠承諾嘅人，唔能夠承諾嘅啲男性。當時候嘅佢呢，用咗7個星期去改造自己由內至外，以佢嘅認識，以佢嘅認知，由內至外去改造。記住，我哋要將我哋內在嘅障礙移除，根本你就唔需要喺出面揾。嗱，呢個係另外一個我見到喺社會上，尤其是呢啲資本社會嘅女性十分之
常有嘅動作，就係如果我更加努力嘅話，就會得到。如果我能夠喺出面咧識得更加多人啦，如果我能夠喺出面咧，可能多啲出街玩啦，多啲去上網服嗰啲嘅嗰啲叫做 online dating 嘅服務啦，多啲咧出去咧嗰啲唔同嘅event 啦、雞尾酒會啦，識多啲男性咧，咁我就好似呢個嘅漁夫撒網咁樣咧，捉到更加多魚啦咁樣。呢個海周圍都係魚，但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冇錯，如果你能夠咧有多啲嘅行動，你亦都啟動咗呢個宇宙嘅一啲嘅喐動。但係如果你內在嘅意識未有改變嘅話咧，你吸引嗰個人就好似頭先 Vanessa 講 A、B、C、D 嘅選擇，點解會有咁樣嘅選擇咧？因為你吸引入嚟嗰個人只能夠係你內在自己同自己關係嘅態度，所以呢個非常之重要。我想講下咧呢個故事嘅最後咧，Catherine 喺42歲之前嘅2個月，終於訂咗婚。而喺42歲嘅時候結咗婚，然後43歲咧，完全冇醫生嘅幫助之下，即係完全天然嘅狀態之下，生咗佢第一個女。到嗰陣時開始，佢將呢個方法我創造咗一個奇蹟，就好似我嘅奇蹟訓練課程裏面，我創造咗呢個奇蹟。我依家要將呢個方法話俾其他人知，等全部人都能夠同我一樣，喺一個非常之精確、準確嘅方法之下，創造我嘅真命天子，住永遠幸福嘅生活。記住，呢個宇宙嘅方法唔係好似出面求簽啦，或者我哋咧舊有中國人走去睇指名斗數啦，我孤寡星啦，定係我紅鸞星，根本呢啲都係迷信。唔好意思，我要講一句，呢啲都係迷信。所有我哋以為我哋嘅力量喺外面嘅嘢，都係一種嘅迷信。因為呢個宇宙嘅真理就係所有嘅力量喺你裏面，所有嘅力量喺當下呢一刻，冇一個外在嘅力量比你更加大，冇一個批判嘅神，冇一個決定你命運嘅神，冇一個決定你命運嘅藍圖，全部都係你創造。你究竟係有意識嘅創造啊，定係冇意識嘅創造？而如果你有意識去創造你嘅生命嘅話咧，有一個好精確、準確嘅方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點樣行？當時 Catherine 用咗7個星期創造咗佢嘅真命天子。咁我亦都好開心咧，喺呢個過程中一個好簡單亦都好深奧嘅真理同各位分享。Vanessa，我想睇下，我知道頭先已經用咗好長嘅時間介紹呢個嘅點樣創造真命天子。Vanessa，我想睇下呢一刻有冇任何嘅分享？其實我突然間喺你講話，即係做一啲內在嘅工，即係你自己內在點樣去改變而吸引外在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諗起我最近做緊一個 case 嘅朋友咯。咁咧，其實佢就係好想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我哋有時會睇唔到嘅。譬如好似佢咁樣，佢話佢好想去接觸更多人，去幫助到更多嘅人。咁但係從佢講嘢嘅對話當中咧，我感覺到佢內在係有一種自我封閉，即係唔好怕外面嘅人接觸到自己。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問佢，我想知道你嗰個外表係咪稍為肥胖？咁佢話係。原因點解我會咁樣問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係因為當你外在，其實你嘅外在反映緊你嘅內在。咁如果佢而家呢個情況咧，就會睇到佢因為佢嘅肥胖，佢嘅脂肪咧，其實係可以幫助佢同外面嘅人保持一段距離。咁但係呢樣嘢原來佢係啦，佢一路都唔好意識唔到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你係內在同你本身嘅一個諗法係有呢個衝突嘅時候，其實我哋外在係會顯現你最深層嗰種相信同信念咯。咁其實係好同你頭先講，我哋
點樣去做一啲內在嘅功夫而去吸引靈魂伴侶，其實都係即係同一類嘅嘢。冇錯，多謝 Vanessa。我想講嘅就係一個非常之清晰嘅意識，就係外在同我哋嘅關係，你同身邊嘅人嘅關係投射緊自己同自己嘅關係，而點樣內在去由頭到尾由內至外改變自己呢？呢個就係我同 Vanessa 能夠最有感到最榮幸可以為你哋做嘅嘢，所以我哋就創造咗呢個生命嘅改造劇場。而當然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亦都非常之邀請，非常之開心，有好多嘅聽眾啦，可以將佢哋嘅問題帶入嚟啦。咁如果你哋真係咧非常之有心，亦都非常之決定啊，可能呢年嘅2017年或者2018年，我依家要 set 一個好大嘅意願，我要決定我遇到我嘅真命天子。終於過咗幾十年啦，我已經兜轉咗咁耐啦。我依家決定要遇到我嘅真命天子嘅話呢，我哋亦都非常歡迎你私下俾信息我哋，然後我哋睇下點樣可以喺私下，我哋有好多方法去幫你一步一步咁帶住你行去實現呢個嘅夢想。首先我想講下呢個創造真命天子嘅第一步，我想邀請你哋各位望下你哋過去嘅模式啊，有啲乜嘢你重複又重複發生緊嘅一啲劇本。我成日都將人生，點解我哋叫劇場呢？生命嘅劇場，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唔知道自己就係你哋人生嘅生命劇場裏面嗰個嘅作者。試下諗下我哋呢個平台裏面依家嘅聽眾，如果你係想得到一個真命天子，而又過去已經喺感情嘅路上兜轉咗好耐都未發生嘅話，有冇發現你哋人生嘅感情嘅體驗，好似角色又改變咗啦？當然啦，可能已經拍過唔止一次拖啦。有可能地點啊、背景都改變埋，可能你係曾經喺唔同嘅國家住，或者搬咗屋啦，即係可能都係喺香港，不過由呢度搬去嗰度，背景唔同，又或者你嘅人生發生緊嘅事都唔同啦。當時係中學，跟住係大學，跟住係做緊嘢嘅時候，諗下究竟呢，背後嘅你好似已經經歷好多嘅改變，但係點解嗰啲嘅感情啊，到最後嘅結果係一樣？我依家邀請你哋，好似偵探咁樣去回想下，好似播一個電影，然後你好似偵探咁戴上呢個福爾摩斯嘅眼鏡啊！因為呢個過程裏面需要你哋完全客觀咁去睇，需要跳出你嘅角色，睇下呢個劇本寫嘅，跳出你嘅角色，睇下你過去重複緊啲咩劇本，包括我由頭到尾都係冇一個伴侶，又或者我有啲嘅 clients， 一啲嘅客，佢哋重複都係唔知點解遇到有婦之夫嘅男性，又或者重複都唔知點解遇到啲男性好黐神，又或者重複感覺好似係我不斷要支持呢個男性，做佢背後嘅支柱，做佢嘅支柱，永遠咁我呢？我嘅需要去邊度啊？邊個嚟支持我啊？又或者呢，不斷經歷被離棄嘅感覺。記住，如果由頭到尾都係得個想字，想有一個男性，但未開始呢個關係已經完咗嘅話，都係一個模式嚟嘅喎。雖然冇拍過拖，冇拍過拖呢，孤單一個人都係一個模式嚟嘅喎。咁我依家呢，想俾少少時間各位去寫下日記啦。當然啦，如果你哋喺街度嘅話，可以用手提電話嘅 notebook 寫下。又或者可能去回想下，俾啲時間你哋回想下呢個
呢一個嘅練習，你睇下我過去創造緊啲乜嘢嘅模式，我哋只會係無意識地創造緊我哋嘅模式。有好多朋友都問我關於潛意識嘅嘢，我想講下，其實潛意識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好神秘嘅一樣嘢啊，要催眠啊，眯埋眼，完全冇咗呢個意識嘅思想先知。其實你嘅潛意識就在你的眼前，你諗一諗佢就已經出現。諗下你人生過去以嚟創造緊啲乜嘢，冇錯係你嘅潛意識製造。因為你如果唔係好有意地製造，係你嘅潛意識製造出嚟。但係我想講，如果你嘅意識唔帶領住你嘅潛意識去創造嗰啲嘢咧，你係唔會，你嘅潛意識係完全無力噶。你嘅意識同你嘅潛意識嘅關係就好似咧老公同老婆咁樣，你嘅意識係老公，你嘅潛意識係老婆。你嘅意識不斷點樣帶領住你潛意識，以某一個角度睇你自己，睇呢個世界，因而創造咗嗰啲模式。仲有你都唔使驚，因為即使係潛意識創造嘅咧，唔係你冇控制，你有100% 嘅控制。你只不過係唔知道你嘅選擇係基於一個潛意識嘅諗法。你所有嘅選擇，你嘅行為都係基於你潛意識嘅運作，又或者有意識嘅運作。咁咧，我俾啲時間呢各位聽眾，你哋去諗下你過去嘅模式係點樣運作。因為你如果唔察覺過去有咩模式，你都冇能力去改變你嗰啲嘅模式。咁我諗咧，依家我想將個咪又交翻俾 Vanessa， 因為 Vanessa 喺佢呢個嘅對住咁多客咧，幫佢哋去睇佢哋指導靈俾佢哋嘅信息嘅時候，都會遇到好多嘢，都係佢嘅客根本就唔知自己嘅經歷係一路係佢潛意識推動到佢咁樣樣嘅感覺。有好多我哋舊有嘅一啲嘅個人成長嘅方法，教到我哋點樣正面思想。其實正面思想就好似一塊膠布貼住個傷口，好似當個傷口冇存在咁樣。Vanessa，你有冇任何嘅分享啊？其實我有喺我分享之前咧，頭先你一路講，我一路諗緊，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問題，比較世俗少少嘅一個問題，就係咧，我突然間諗起好多年前咧，身邊好多女性咧同我講咧，佢哋嘅擇偶條件其中一樣嘢就係要嫁個有錢人咁樣啦。咁其實我喺度反覆思考緊呢個問題。當你話你要去嫁個有錢人嘅時候，其實呢個問題係同你伴侶嘅條件有關係啊，還是係同我哋內在金錢嘅能量係有關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但係都想講呢個問題真係好複雜，因為咧諗下每一個人咧，佢嘅決定啊，只不過一個記住我哋呢個 essence 同埋 form 嗰個分別。我哋外在世界嘅條件叫做一個 form，內在嗰個嘅 essence，內在佢嗰個嘅精髓係完全另一回事。一個人佢話咧要嫁一個有錢人，可能係佢嘅爸爸媽媽由細到大咁樣同佢講，咁佢就盲目地相信佢要嫁個有錢人。因為咧就可能睇得電視劇多，因為咧就其實佢唔想再工作，一係咧就好似 Vanessa 咁講，可能係佢內在金錢嘅缺乏。但係我好想講咧，金錢同愛咧可以係話兩回事嚟嘅。一個有錢人俾到佢啲乜嘢，俾到佢內在喺愛嗰方面有幾大嘅完整感、滿足感，只有佢先知道。如果一個人佢真心地想要一個先生係好有錢，可能有一個特定嘅原因，可能呢世人佢真係要享受一種嘅唔做嘢嘅福氣啦，又或者想享受全職做家庭主婦啦，可能呢個係佢人生藍圖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回合啊。咁呢個係佢由心而發嘅一個渴望，完全唔出奇咯。
所以你每一個人究竟佢背後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佢嘅精髓先至最重要。記住，你呃唔到呢個宇宙，冇得假嘅呢樣嘢。呢個宇宙聽唔到你講嘅嘢。你話我要嫁個有錢人，呢個宇宙聽唔到呢7個字，我要嫁個有錢人。我淨係會聽到你內在發出緊一個乜嘢嘅頻率，同埋呢個靈魂佢要去達成嘅體驗係乜嘢？當然啦，Vanessa 嘅過程係幫助別人、幫助佢嘅 client 嘅過程裏面，睇到好多人同佢嘅靈魂伴侶根本裏面點解會有個咁樣嘅契約咧？就係因為佢可以做家庭主婦，或者嫁個有錢人俾到佢嘅嘢，即係可能無窮嘅豐盛。呢個可能係佢哋之間嘅契約。究竟佢哋嘅契約係咩？有好多時候可能係自己嘅意識都唔能夠去承認啊。自己心裏面想體驗啲乜嘢？其實有一啲我嘅 client 咧，心裏面根本就好渴望一啲好似電影裏面啊、小說裏面嗰種好大嘅風波嗰種嘅愛情啊。越多波折越好越多波係啊，其實內心裏面都唔知幾想去體驗嗰種非常之激烈嘅愛情，又想又落得好轟烈嘅。但係咧，因為呢個社會啊，社會上面嘅標準咧，就話我想要一個感情就係同我個先生結咗婚之後，然後就生小朋友，然後就快快樂樂咁生活啦咁。其實因為呢個社會嘅影響，就令到佢有啲咁樣嘅決定，但係其實可能究竟佢嘅內在真正嗰把聲音講緊啲乜嘢，係另外一回事。Vanessa，你有冇遇到啲咁樣嘅例子喺你嘅 practice 裏面？其實頭先同你講，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就係佢要嫁個有錢人背後，其實係基於啲乜嘢？但係我睇翻咧，而家嗰一啲話要嫁個有錢人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最終唔係嫁一個有錢人。但係咧，我會睇到嘅就係，當你兩個係以一個愛嘅流動去互動嘅時候咧，其實係大家會協助對方創造生命入邊嘅豐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當啲客人同我講我要揾一個係可能係經濟上支持到我嘅人，咁其實最後你要揾翻其實背後佢基於乜嘢原因去講出呢一句説話，即係或者佢背後其實係想要真正佢想要嘅係啲乜嘢。咁所以其實咧，譬如好似最近一個 client 咁，我幫佢睇到嘅就係佢同嗰個未來個另一半結合咗之後咧，佢會幫助到佢嘅先生咧係創造佢事業嘅高峰。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階段嘅佢，就算佢係冇錢都好啦，其實唔限制於喺你嘅我呢樣嘢其實唔應該限制喺你嘅擇偶條件入邊。我好中意呢樣嘢，因為其實我都冇諗過呢樣嘢，因為我自己冇講過我自己真係冇諗過呢樣嘢。如果每一個人能夠好似我哋咁樣明白點樣創造豐盛，你需唔需要揾一個有錢人？即係呢個係我想問各位聽眾，啟發喺各位聽眾嘅時候，如果你依家好似我咁手上有一條鎖匙，你可以打開豐盛之門，你好肯定知道點樣創造金錢上嘅豐盛嘅話，你仲有冇需要揾一個有錢人啊？仲有就係你揾到一個有錢人之後，我想又啟發各位諗下，你哋諗住結咗婚之後，又或者唔係結婚啦，同居又好，一齊咗之後，你揾呢個有錢人背後，你想要得到一種乜嘢嘅生活？係咪真心想得到嗰種嘅生活？呢樣嘢咧，我又諗起咧，唔好意思啊，我諗起一樣嘢就係繼續講。蔡司講一樣嘢就係價值完成，即係話如果你嫁咗呢個老公之後，可能佢真係可以好有錢。啱啱就係想講價值完成。係啊，你可以繼續啊 ，Angela。Vanessa，我好想聽你分享關於你啱啱諗起呢個價值完成，因為其實我啱啱就係想帶出每一個靈魂
嚟到嚟呢度有一個價值完成，如果唔係佢唔會滿足嘅，唔會開心。講得白一啲咧，就係根本就唔會開心。其實喺你嘅體驗裏面，尤其是你啲 clients 嘅體驗裏面，你有冇體驗到有個人，即係其實有任何人，譬如佢做咗家庭主婦之後，根本就唔係，或者係即係佢有無窮無盡嘅財富，但係其實佢內心裏面未有嗰種嘅價值完成。係有，我認識一位朋友咧，其實佢老公係可以喺金錢上完全支持到佢，佢亦都好多年係冇工作，喺屋企專心照顧兩個小朋友，但係最終佢得到 cancer。咁其實好多人都話啊，其實你嘅生活好好㗎喎，你又老公又咁照顧你，咁又衣食無憂，淨係喺屋企照顧兩個小朋友，點解你會有 cancer 咧？咁其實去揾翻佢最終嘅原因，其實因為佢覺得唔開心，就係因為佢覺得佢嘅價值唔係一個家庭主婦上面係可以滿足到佢。佢覺得佢嗰個，因為我哋講緊每一個人嘅生命都有一個能量，就係佢每一個人都係帶住一份使命落嚟。咁而你呢個使命其實需要你一啲，即係你喺生命嘅，即係我哋所謂靈魂咧有個出口要將呢個能量去送出去。但係當你將呢個能量封住咗嘅時候，咁你其實就會感覺到自己好唔開心，唔係活緊自己真正嘅人生。咁而呢一個困住嘅能量咧，其實就可能喺你身體上面會出現一啲嘢啦，又或者喺你情緒上面會經常出現一啲嘅波動。原因就係其實係因為一個靈魂嘅推動，希望你去做翻自己，去揾翻你自己，即係喺呢個地球嘅價值。多謝 Vanessa 嘅分享。其實我亦都想講翻，我有好多嘅 clients，佢哋都係好幸福咁樣做緊，完全唔需要翻工，係全職喺屋企。有好多直情係連仔女都帶埋，唔使再湊仔女。而佢哋咧嘅挑戰唔會比嗰啲要翻工嘅女性少咯。佢哋人生嘅挑戰喺感情上，喺個人成長之上，喺個人嘅價值完成上，佢哋嘅挑戰唔會少咗，甚至可能會更加激烈啊！所以諗下，究竟呢個擇偶嘅條件會有對於你嘅靈魂嚟講有幾大嘅好處咯？咁我希望咧，頭先呢個短短嘅時間咧，我同 Vanessa 分享嘅時候咧，我哋嘅聽眾又諗到你哋過去嘅模式啦，一望下。過去重複緊嗰個乜嘢嘅劇本呢？頭先講咗，就算呢自己一個人呢都係劇本嚟嘅喎。未開始已經散咗啦。重複緊一個乜嘢嘅劇本呢？然後我依家又想啟發各位諗下，既然你係創造所有嘅體驗嘅人，你過去有啲乜嘢嘅行為？不斷令到自己進入咗呢啲咁樣嘅關係，嗰啲嘅行為啊，可能當時發生嘅時候，自己都冇留意到，係自己一手一腳引起嘅。例如啦，我明知呢個人有苦，有太太，有女朋友，所以我就同佢一齊，因為我感覺咁樣有安全感。我明知呢個人，佢一開始話俾我知佢唔能夠承諾，但我覺得我可以改變佢。到佢真正認識我嘅時候，佢就會改變。又或者係進入呢個關係嘅時候，因為我屋企人話俾我知呢個人會係一個好人，所以我同佢一齊。一開始已經將自己嘅力量俾咗人哋，俾咗人哋話乜嘢我就聽啲乜嘢，我就接收啲乜嘢。又或者你係一個遇到男性嘅時候，你已經當咗佢係你嘅朋友，你覺得你永遠都好似咧係男性嘅朋友一樣。遇到嘅任何男性，你都已經將佢當為係你嘅 buddy，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喺男士嘅眼中係一個女性。
或者你專係咧揀一啲嘅男性咧，佢會同你喺商場裏面競爭嘅。記住我哋呢啲，我哋仍然係一個行為點啊吓，因為有好多人咧唔明白嘅地方就係、我揾到乜嘢嘅行為咧？如果我能夠改變呢個行為咧，就改變咗我嘅生命，冇錯係。但係我想講一樣好神奇嘅嘢，就係我哋點樣創造咧？喺呢個 metaphysics 呢個分子呢個分子嘅物理嘅宇宙裏面咧，你嘅意識咧仍然係會吸引裏面真正嘅材料係乜嘢？冇得呃呢個宇宙，你嘅行為係唔能夠彌補你內在嗰種內在嗰個意識咧。未扭轉啊，好似 Lego 咁樣樣啊，砌嗰啲積木咧，你要打冧佢再砌過。如果仍然係以舊有嗰個咧，你外面點樣去彌補咧？你都趕唔切嘅，你嘅意識都會重複又創造咗同一樣嘢出嚟。咁睇下各位咧嘅聽眾咧，依家有冇去用心去研究？究竟過去你嘅模式係咩？呢個係我哋第一步。我哋呢個第一步咧，平時咧啲 client 都會用咗差唔多2個禮拜嘅時間嚟去揾，因為有好多時我哋覺得我哋嘅模式差唔多好似匿埋咗添啊。有好多 client 都覺得自己好似冇一個模式，好似呢個就係咁樣，跟住又咁樣，跟住又咁樣。但係其實到你睇真啲裏面嘅結局咧，原來發現係好簡單，仲要好一致。差唔多咧，外在發生唔係啊！呢個人我其實覺得佢已經係一個進步啊，都幾好，但係到最後咧係有啲進步嘅，因為同我頭先講嘅一樣，我哋喺行為上面改變咗，我哋有意識咗，我哋好似成長咗啦。跌過一次之後，下一次更加清晰咧。我遇到咁樣嘅人就要有啲乜嘢嘅個人嘅標準要提升啦，我個人嘅界線啦，或者我同佢嘅溝通方法咧要改變，但係到最後其實都發現係吸引咗同一類人喺你嘅生命。全世界70億人口，點解個個都唔吸引？70億分之一，你諗下喎，每一個你吸引嘅人，點解宇宙會揀咗佢？另一就係我想將個咪交俾你，分享下你嘅一啲嘅啟發。而喺呢個過程裏面，我亦都邀請咧在場嘅聽眾咧，可以將你嘅問題寫入嚟啊！喺你嘅電話或者喺你嘅電腦上面咧，會有一個問號。呢個問號你撳入去，你係可以寫問題，中文、英文都 OK。如果你依家有咩問題，又或者想分享你嘅模式嘅話咧，可以寫入嚟，我係唔會將你嘅名透露出嚟嘅。我哋全部喺個裏面觀眾咧、聽眾咧，你哋嘅名咧、你哋嘅身份咧係完全保密嘅。咁我想喺呢度俾各位一個確認先。咁等你哋各位有任何嘅問題同埋分享啦，發現咗你有乜嘢嘅模式，我已經邀請你哋寫入嚟。又或者你哋咧發現有幾個模式嘅話咧，你未揾到嘅話，你亦都可以寫入嚟。咁等我同 Vanessa 咧，可以幫你咧，以我哋專業嘅眼光幫你去睇出你嘅層次，你塞住嗰啲位喺邊度。咁 Vanessa，我又將個咪交俾你，分享下你頭先呢個過程裏面有得到嘅一啲啟發。其實我覺得咧，去揾我哋自己嗰個模式咧，係對於改變生命咧，真係好有用。譬如好似有啲有啲 client 佢係本身可能好冇，即係個自我價值感有問題，即係或者佢對自我肯定唔夠嘅。咁佢好多時咧，對於有即係生命出現一啲問題嘅時候咧，通常呢啲朋友咧，第一個反應就會自我批評咗先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去揾到呢一樣，即係知道自己個問題喺邊嘅時候咧，即係知道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咁我哋就好容易去察覺到自己而去改變外在。因為好多時當我哋有呢啲即係一啲模式嘅時候，我哋好不自覺地咧就會去啟動咗過去一路以嚟嘅習慣，即係不停地去譴責自己。咁你會越嚟越去影響咗自己嗰個能量。咁所以當我哋去即係發現有呢一啲嘅模式嘅時候，有意識咁樣去睇到去改變佢咧，
其實真係可以睇到好多生命入邊出現唔同嘅奇蹟，因為其實係基於我哋自己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咯。我同意，而 Vanessa 亦都帶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就我想問各位聽眾，當你睇下你哋嘅夢面嘅時候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幾時開始？已經有幾耐係咁樣？我哋嘅舊有模式有一個最有趣嘅嘢，就係佢係有生命。呢個模式，一個意識，曾經唔知幾時喺你內在誕生咗之後，佢會不斷帶領你去重複又重複，創造更加多嘅證據去證明佢係啱嘅。而呢個模式亦都有一種地心吸力咁樣嘅引力。我曾經講過，就好似我哋嘅冷氣機，將你個溫度調校咗某一個位置嘅時候，如果有熱風吹入嚟呢，或者你開個窗呢，佢就係咁噴風，為求將呢個溫度帶翻去你 set 咗嘅溫度嗰度。如果室內嘅氣溫好凍呢，佢就會停止唔再出風，亦都係為求將呢個溫度調節翻去你 set 咗嘅溫度咁。嗰啲嘅舊有模式，呢個意識啊，佢本身嘅本質就係咁樣。無論呢，你想點樣跳出佢嘅所謂嘅魔掌啊，佢點樣都會將你拉翻去原位。所以我同埋 Vanessa 亦都喺呢度好慶幸，我哋兩個有 practice 可以幫助各位嘅聽眾點樣跳出永久性跳出你哋嘅模式。因為呢種好有引力啊，拉住你不斷重複你過去嘅呢種嘅意識呢，只有兩個方法喺我嘅經驗裏面可以跳出呢個模式。第一個方法就係你人生裏面終於，因為你重複又重複作出唔到咁樣嘅改變，所以宇宙會入嚟踢你一腳，幫你，其實幫助嚟嘅，係一個 blessing in disguise。通常會有咩方式出現呢？踢你一腳 Vanessa， 我諗你好清晰你啲 clients 遇到嘅嘢，因為嚟得揾你嗰啲好多都係已經俾人俾宇宙踢咗一腳。Vanessa， 你介紹下有啲咩踢咗一腳會可能係咩狀態出現？其實咧，我想講咧，因為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呢個業力關係係咪？咁所以咧，我想帶出一樣嘢咧，就好多人會覺得係咪身邊嘅人，即係嗰種關係就一定係業咧？其實我又覺得我哋要將呢一樣嘢睇得輕鬆少少嘅，即係業其實即係等於功課嘅啫。即係其實你同每一個人都好，可能你同佢係一個注定嘅有約定嘅伴侶關係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呢個功課喺度。咁我想講翻咧，就係譬如好似頭先你所講嘅踢一腳，譬如有啲人佢可能我做個比喻，就係可能佢細個嘅時候，佢爸爸咧成日都會有呢一個飲醉酒嘅習慣，可能一飲醉酒嘅時候就會對佢媽媽拳打腳踢，甚至乎可能打佢都唔定。咁到佢大個嘅時候咧，佢就唔知點解咧，都係會不其然地吸引到同一類型嘅人。咁呢一樣嘢其實就因為佢深入咗佢嗰個信念入邊啦。咁而另一樣嘢就係點樣去踢下佢腳咧？可能我曾經遇過嘅就係佢係會變成一個好似我哋所講嘅驚弓之鳥。譬如佢最後吸引到嗰個人，其實佢冇一個即係飲醉酒嘅習慣，只不過可能佢中意同朋友出去飲幾杯。咁但係每一次當佢聽到佢同朋友出去飲幾杯嘅時候，可能佢就會好大嘅恐懼，就好驚佢又飲醉，佢會飲醉酒翻嚟會打佢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人就可能會係佢其實係啱佢嘅人嚟嘅，但係佢因為佢內心嘅呢一啲嘅恐懼咧，會將呢一啲原本啱佢嘅人都踢走咗。咁所以咧，我哋要睇清楚就係話，自己內心其實出現緊嘅，即係嗰個舊有嗰樣嘢，嗰個叫做傷口係啲乜嘢？咁我哋就會睇到，其實你外在發生嘅嘢，其實都係圍繞緊呢一個嘢而發生，呢一件事而發生。多謝 Vanessa 分享，好清晰。
另外一啲我生命裡面嘅 clients 咧，遇到好多踢一腳嘅嘢，就係咧，當你嘅模式不斷重複又重複啦。當然啦，頭先我覺得 Vanessa 嘅 client 都仍然喺安全地帶，但係喺我身邊嘅 clients 咧，佢哋又重複又重複一啲模式，佢唔去改變咧，就宇宙踢佢一腳咧，就係有意外啦，生 cancer 啦，生命嘅身體進入危機狀態，婚姻進入危機狀態，或者財政進入危機狀態，嗰啲就真係踢一腳。所以你諗下，每一個人咧，但係通常咧，俾宇宙踢一腳嗰啲人就會醒噶咯喎，又真係好好嘅喎。雖然踢嗰下好痛，但係諗下有幾多人瀕死經驗翻嚟之後變咗另一個人，就係因為呢個原因。但係我諗嚟得揾我哋嘅人，我嘅學生大部分都唔想進入呢個被宇宙踢一腳呢個階段。所以咧，第二個方法咧，就真係有一個嘅導師，一個生命教練帶你行呢條路。一路行嘅時候，當你遇到呢個舊有模式將你扯翻轉頭嘅時候，佢點樣繼續 hold 住你行出嚟？當然啦，每一個人，我想講下，就算有幾好嘅教練同埋導師帶領你，你都要100%對自己生命負責任。因為每一個人，我都想幫你哋諗嘢啊！如果我能夠進入你嘅信念系統幫你諗嘢嘅話，幾簡單。我都想可以幫你諗埋，但係唔得。呢個宇宙嘅律法，偏偏就係你要創造你自己嘅宇宙，你要創造你嘅體驗，所以你一定要對自己嘅意識負責任。而頭先 Vanessa 亦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就係我哋嘅模式點樣刺激我哋嘅思維，跟住咧又會影響我哋嘅行動。身心靈係三為一體嘅。冇一個行為出現咧，背後係有一個信念喺度。好似頭先 Vanessa 講呢個嘅 client，就係佢不斷因為係咁遇到，因為佢遇到嘅男性或者佢由細到大係咪佢爸爸啊 Vanessa？佢爸爸都係一個最，所以佢意識裏面跟住佢又吸引，點解重複會吸引咗咧？又係同呢個醉酒有關係嘅男士。其實基本上喺佢意識裏面，大家都會睇到。如果佢不斷吸引醉酒嘅男士，又好似你哋各位頭先可能咧寫咗一啲嘅重複嘅模式出嚟咧，點解會重複嘅咧？但係嗰啲男士佢哋係唔識對方嘅喎，係咪先？ABCDE 君大家唔識大家，有可能你遇到佢哋咧係又係分別喺加拿大、澳洲、香港、大陸，大家冇可能有關係，但係佢哋唯一有一個共同嘅母呢個嘅分母啊 ，common denominator， 唯一一個共通點就係你。我知道咧，呢個有好多時我嘅 client 去到呢點嘅時候，覺得有種嘅驚愕，亦都有種嘅恐懼嘅共通點係你。而所以咧，你亦都睇到你點樣無意識不斷創造舊有嘅模式。咁我哋仲有咧6分鐘嘅時間咧，忽然就收到一啲嘅，我想講下，有2位聽眾咧現場嘅寫咗個問題啦，咁我就讀出嚟俾 Vanessa 一齊研究嘅。咁第一位聽眾就問咧，當面對心儀嘅對象嘅時候，未能表白狀況，我發現自己唔知講乜嘢好，好似唔識溝通咁。通常等對方打開話題，當對方未開到話題就會沉默，會唔知點算好。Vanessa，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對於聽眾寫入嚟嘅嘢？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呢一啲嘢就係因為太在意嗰段關係，同埋咧係即係好在意對方點樣睇你嘅時候，而唔敢去作出一個表達啊！即係甚至乎可能家常嘅談話都突然間冇咗，好似同平時啲朋友咧可以無阻不談，即係一開始就停唔到嘅。但係對住自己心儀嘅對象嘅時候咧，就反而咧會口窒窒，唔知自己可以講得啲乜。其實我諗，因為其實最近都遇到一個咁樣嘅 client 嘅，咁其實我會同佢講嘅係
表現最真嗰個自己，唔好因為你怕咗係佢點樣睇你，而唔敢去表達啦。咁而背後另一樣嘢咧，就係我睇到嘅咧，係佢對自己嗰個信任同埋價值感嘅問題。你又點睇啊，Angela？多謝 Vanessa，因為我覺得兩樣都好重。首先咧，我鼓勵下呢位聽眾咧，好正常嘅。喺呢個對於自己心儀對象嘅時候，即刻咧，你個心都停唔到跳嘅話，咁梗係好窒窒啦。但係記住咧，男性咧係最中意嗰個真嘅你。當時你哋兩個會聯繫咧，就係因為嗰個好真嘅你出咗嚟，而佢中意嗰個都係嗰個嘅你。而 Vanessa 頭先講咗一樣好重要，嗰個自我價值。我知自我價值呢個字非常抽象啊，各位。所以我不如講得 specific 啲咧，喺呢個情況裏面，呢位聽眾你要相信嗰個人對你嗰種嘅興趣就係真正嘅你，你本身嘅存在已經足夠。呢句說話想你同自己重複，你本身嘅存在就係佢中意嗰個人，你唔需要做任何嘢去證明你嘅價值。所以由內至外呢樣嘢真係好啱。咁我又想讀下另外一題問題喺呢度。我想補充一句啊，Angela。好啊。我想同呢位聽眾講聲咧，如果呢一個人佢係你靈魂協定要同你一齊嘅時候，唔理你講啲乜嘢，其實佢都唔會離開你。啊，呢個好重要。係。而 Vanessa 呢個嘅補充咧，帶出咗一個就係啱啱呢個禮拜同各位觸夢精英咧，去到一部分點樣同呢個宇宙成夥伴啊？點樣同呢個宇宙？點樣打開你嘅意識，俾宇宙入嚟，帶你去行，幫助你，俾 ideas 你，俾資源你，俾解決方法你。因為你釋放咗呢個嘅呢個或者更加好嘅可能性。如果唔係呢個，一定會更加好。基本上你已經打開咗一個相信呢個宇宙。如果呢個人根本就係我嘅真命天子，我唔會推走到佢。咁咧，我又想讀下一個嘅聽眾嘅問題，話過去兩段關係咧都係不被祝福嘅。一位事業不穩定，一位比我大24年，跟太太分居有苦之夫。兩位我都要喺生活上為對方付出好多嘅照顧，而且都不被別人祝福。而現在剛認識嘅伴侶係細我16年嘅異地戀，佢話唔能夠給我任何未來嘅承諾，但一定會非常珍惜愛惜我，而我也感受到他的真心。而我有時候想他是否我的靈魂伴侶。咁我想呢，好感謝呢位聽眾呢，咁將你嘅私人嘅關係呢都帶出嚟俾呢個平台去聽。咁首先我呢，將所有我嘅愛心啦送俾你啦。雖然我未能夠同你真正見面啦，我哋亦都唔互相認識，但係呢，我將我嘅愛同埋祝福送俾你。然後我想同你講嘅呢，就係好慶幸你喺呢個平台，依家意識到，記住我哋吸引翻嚟嗰啲嘅關係嘅體驗呢，真係意識到自己創造出嚟嘅。呢個世間上只有兩樣嘢，一係就全部都你創造，一係就全部都唔係你創造。你揀邊樣？當然你係無意識嘅創造，所以完全唔係你嘅錯。當呢個關係，呢兩個過去嘅關係不被祝福，記住不被祝福呢，呢個字呢，亦都係呢本身喺你嘅內在，內在裏面覺得唔符合某一啲嘅要求，可能父母嘅要求、家庭嘅要求、社會嘅要求，自己唔能夠去祝福呢個關係，所以亦都外界投射咗你內在嘅意識。所以咧，邀請呢位聽眾諗下呢樣嘢。而咧，我哋呢個嘅劇場啦，仲有就係我同 Vanessa 嘅 practice 啦，我嘅觸夢者嘅呢個過程啦，或者係
七七遇見對的人嘅過程，就係幫助我哋內在自己同自己嗰個關係點樣完全由心而發，由內至外嘅去改造。因為記住，外在所有發生嘅都係一面鏡子，投射緊你內在嘅意識。外在嘅關係投射緊你內在同自己關係。你父母點樣對你，就係你點樣對緊自己。外在嘅人點樣對你，亦都係你點樣對緊自己。所以咧，我好希望咧，我哋會喺下一次嘅劇場裏面延續呢個嘅討論啊。咁我亦都邀請各位嘅聽眾喺呢個過程嚟緊呢2個禮拜嘅時候咧，將你嘅問題寫入嚟。我哋2個禮拜之後喺呢個劇場咧，又希望可以同 Vanessa 啦、Angela 啦，我哋2個會一齊去解答你內心嘅一啲嘅問題，或者重複緊嘅一啲嘅模式，或者點樣去實現你嘅夢想。咁如果咧，你哋呢個過程裏面睇到自己真係會定下一個好大嘅意願，就係我依家已經決定要去吸引我嘅靈魂伴侶，唔再玩呢個遊戲，唔再氹氹轉，我會能夠幫你由內至外去改變，希望能夠支持到你。Vanessa，睇下呢度，我哋因為已經係過咗呢幾分鐘，唔好意思各位嘅聽眾，睇下 Vanessa 仲有冇其他嘅補充先。好啦，我覺得你解答得好好啊，Angela。多謝你，我亦呢都好想，個果然係你專長。多謝，我亦都好想真係深入幫每位觀眾、每一位聽眾去由內至外去改變，因為我哋每個人好多人都睇唔到自己點樣創造緊同一個實相，呢個係最大嘅問題。亦都知道嘅時候唔知點樣改變，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亦都係想改變嘅時候，唔知乜俾舊有嘅模式又咁拉，係咁拉翻自己轉頭，嗰種嘅恐懼啦，嗰種嘅唔知道啦，嗰種唔肯定啦，對宇宙嘅不信任不願翻嚟，好想幫你哋每一位去克服呢啲所有你嘅小我製造出嚟嘅嘢，呢啲模式啊，所謂呢個好大嘅呢個引力，點解係咁將你拉翻轉頭？所以我都好希望我哋能夠幫到更加多人嘅。咁我喺呢度咧，多謝各位能夠今日喺8號風球上線嘅聽眾啦。咁然後將你哋咧嘅問題咧繼續 send 俾我哋啦。Vanessa，你有冇任何補充啊？冇問題噶啦，但係都提下各位啦。如果你真係有問題嘅，就歡迎信息俾我哋，或者寫我哋嘅 Facebook。咁我哋咧就會喺劇場嘅時候咧解答大家嘅。多謝各位嘅參與，亦都多謝如果你哋聽緊 YouTube 嘅話，多謝你哋用咗呢個小時嘅時間嚟到分享我哋嘅智慧。多謝 Vanessa 一個咁美好嘅劇場廣播。多謝 Angela 教咗我哋咁多創造嘅嘢，亦都多謝 Vanessa 俾咗咁多嘅啟發同埋智慧。咁我哋下一次劇場再見啦，再見。再見。